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早讲，咱人有七窍，也就是两蕊目睭、两粒鼻孔、喙甲一对耳仔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书窍、考咬窍第三条。读窍这是读文音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窍的意思，就是空芳或者是空隙。若是心肝内空芳，意思就是心思。咱心内咧想啥，咱讲是心窍。咱头前讲到，咱人有七孔或者七窍。另外，这个窍嘛有变通、降恶意思，咱讲是变窍。形容代志真巧妙，唔是自然出现的现象，或者是讲一项奇迹、灵妙的现象，咱讲是巧妙。形容咱人有智慧，咱讲是巧神。互人开导去悟到道理，或者是知识，咱讲是开窍。这个鼻音读做窍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变窍，意思就是变通，卖当讲是变脸。第二个词读做做窍，意思是用写术来害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俗语咧讲，额头三尺有神明，咱做人就要知影变窍。听人讲一寡做巧害人的代志，千万唔通相信。若无害人害己，家己嘛无好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巧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巧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